媒体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飓风游戏的 CEO 盛春昭。针对近日我司前员工张雪婷女士个人在网上发布的对飓风公司的言论所引起的舆情，我想在这儿简单的做一个公开的澄清。他说的乔玲，如果你可以找到新的新郎，就有可能成为我的助理。你说盛春昭会得到惩罚吗？喂，你好。你是贵都在线的乔玲吧？你可以去 B 站上搜一下《天道酬勤强哥》，上周3视频记得17秒，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看看你自己这个样子啊，学历、能力、家庭出身都是 C， 你的人生就是一个 C。这次飓风游戏公司暴力裁员的报道做得不错，能够深入地挖掘出独家线索，按时完成节目，及时上线，值得奖励。